今晚同小朋友分享故事係螞蟻同蟋蟀。好耐以前，有一個炎熱嘅夏天，太陽曬到成個麥田金光閃閃，地面熱到好似火爐咁。小小嘅螞蟻排成一條黑色嘅隊伍，每隻都搬緊比自己身體仲重嘅麥粒，慢慢送返去巢穴入面。佢哋好勤力。巢口已經堆起一大堆糧食，喺橡樹根嘅陰涼地方，蟋蟀就唔同啦。佢攤開前腳，輕輕彈動翅膀，唱歌唱到好大聲，仲笑住同螞蟻講：咁靚嘅天氣，梗係要唱歌啦。搬石頭好悶啊，螞蟻就答：冬天嚟到，歌聲會凍住㗎。但蟋蟀只係哈哈笑，完全冇放喺心上。時間過得好快，秋天嚟到，樹葉開始飄落。螞蟻繼續忙住搬糧，仲用泥加固巢穴。蟋蟀仲喺度追住最後幾朵花，唱歌越嚟越懶洋洋。第一陣寒風吹過，蟋蟀肚仔開始覺得空空，但佢仲安慰自己，冬天仲好耐先到啦，仲偷偷咬咗螞蟻曬緊嘅麥粒。終於寒冬到臨，雪花落低嚟，成個大地白雪雪。蟋蟀凍到觸鬚都捲埋，肚仔貼住地面，行一步都好辛苦。佢終於走去敲螞蟻巢穴嘅門，入面暖暖嘅氣息同食物香味飄出嚟，好似兩個世界咁。蟋蟀好卑微咁講：螞蟻朋友，我已經5日冇食嘢食。下年夏天我一定雙倍還返食物俾你哋。蟻后就問：夏天你做咗咩啊？蟋蟀答：我唱歌啊。蟻后就話：咁你夏天唱咗成季，冬天就跳舞啦。巢穴門慢慢關埋，蟋蟀只好拖住凍僵嘅腳離開，入面仲傳出螞蟻歌聲。小朋友，呢個故事想同你講，勤力同準備好未來係好重要。如果只係玩樂唔去努力，到真正需要嘅時候就會好辛苦。螞蟻因為勤力，所以冬天有糧食；蟋蟀因為懶惰，所以冬天冇嘢食。做人要學螞蟻咁，未雨綢繆，先至可以安安穩穩過日子。喜歡記得點讚啦，下次仲有更多兒童圖書等大家啊，多謝。